ご愛看はミニ PT グランド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飛嚟到屯門馬室，今日想介紹嘅係手指水彩筆，呢支係大支嚟嘅，13mm 嘅直徑啊，有個窿俾你試個 size， 日本製造。開俾大家睇下咧，支筆就咁嘅樣嘅，佢咧就塞個手指入去嘅，個頭啊換得到嘅，有個蓋咧就保護嗰個筆毛嘅。硬嘅，我揾啲水咧浸開佢俾大家睇下，浸軟咗佢。咁呢個頭可以換嘅，其實擰落去啦，吉隻手入去，搞掂。呢個係人造纖維嘅筆毛咧，個彈性好強，你睇下啦。咁啊，點下呢個唔足嘅14色嘅水彩啦，非常流暢嘅。我諗我嚟玩啦，我嚟俾細路仔玩幾適合啊！大人中意都可以玩，夾得咧就實得嚟，又唔會話辛苦嘅。糖嘅毛係好靚，你睇下先，攞得好暢快啊！你攞嚟畫畫啦，或者攞嚟寫字啊，寫中國書法啦，非常好過癮嘅嘢。用完之後咧就夾住佢，攞翻出嚟，掹翻，搞掂。今日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。中意條片嘅朋友咧，唔該幫我 like 佢、share 佢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。我教嘅油畫班、水彩班、素描班嘅資訊，同埋有關健美術用品嘅詳細資訊咧，都下邊 YouTube 嘅基本資訊欄度咧，你揾到啲 link 嘅，咁你撳個 link 落去咧就可以睇到噶啦。唔該晒，下次見，拜拜。